在地人在地情，繼續來看中華民國飛行運動總會舉辦着地理中心杯無人機的卡球賽，全國有7支的隊伍報名參加，其中更加有魔王隊、台灣代表隊，甲參賽的隊伍來進行着經驗的交流。比賽選手真注心地咧看無人機卡球，兩隻手嘛不斷操作遙控器，3人一隊，2人負責防守，1個人負責攻球。比賽氣氛真緊張。小孩子必須要不斷地下決策，那促進他們的頭腦靈活，還有他專注力、決策專注力，還有團隊合作。這一場比賽，魔王隊是上特別的一隊，成員來自要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選手。主辦單位安排因參加上尾的挑戰賽，嘛分享選手的技術甲經驗。巧妙的閃過這一顆防守的球，然後得分。這就是考驗每一個選手的能力了。無人機卡球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實踐運動，已經正測國內外正式運動比賽項目，結合運動甲科技，真有挑戰性。這比賽嘛同時舉辦裁判講習，希望栽培愈儕國內的裁判和選手。